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跋这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会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门一路新娘。清醒球，清醒球，清醒球必须至中至好，至诚至贤才会当通过。多明克将清醒球居然畅通无阻。这个时阵的庄稼人已经了解多明克是苏阳门咯。庄稼人充分准备，等候苏阳门的回庭。金光万道随前了，闪光人甲断枪人携手合作，震撼靖海宫。靖海宫，靖海宫内面空空洞洞，一望无际白色粉烟，外貌宛然是新老海市。你两人关照，这个所在有满强兄弟的讲告哈，伊所摆就是满强双路阵呐，赶紧走啊！要若无走，性命危险。前辈不能入火血，焉能定火数？哀哉啊！惊什么？什么做满强兄？哼！庄稼人也同款，今日无达成目的不可。是收地万恶罪魁庄稼人嘛？人间黄昏变色，一片黑暗。哎呀！顽强人呐，你来的好快呀！血汗空尽呐，你开始呀！顽强人甲相公人。两人在惊奇，冷汗直流。喂，庄稼人快出来上戏！我乃是天老最唔惊死的乌州闪光人来了。万恶个罪魁庄稼人出来上戏吧！哎呀！清醒就之后，发现了面前一个牧羊老人，伊就诚心诚意地拜访这位牧羊老人咯。祖上的牧羊老人赐多明克一粒的夜明宝珠，并该指点多明克脱过庄稼人的地招。这边面。庄稼人在清醒桥头等多明克回庭之后，要使出独功咯。
的时阵，闪电霹雳，可需要多兵的坠落云海之下咯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史艳文，你的性命终结了，我成为摧毁之力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哪呢？迄个农民兄哦，拢开那空头支票，你互咱领呢？是安那讲？那空头支票拢领无诶，有无？伊讲要去写名医，但伊伫火海女新娘啊！啥物良？啥物良？毋是啦，迄个姚小红啦，遐做咱运气无回头咧。啊，我看吼，咱罗爱去寻文贤先生，啊，甲5年头诶来医较紧啊。哦，安尼好，我来去找5年头诶。安尼咁慢呢？捌啦，迄个喙酒白白、头壳凸凸迄个哩。对，引起我引回呢，我知啦。姚小红啊，下我风水也是，啊若灭我，你就是新人命呢。对无？来啊啦，安尼有紧啊无紧？嘿，你迄个大汉的哦，迄人大汉按哈能呢，那我会样应啦。老先生，遐尼咯，遐尼咯，哇，真假先，你过来占酒家了哈？毋是哦，我念这个所来是做盈利，做生意，毋是做盈利，做经理啦，经纪人就对啦。真正也要笑死我！啊，你真假先是一个修行家，啊，你是一个情报犯啊，来这个所在伫咧做经理啊，你叫大汉的找阮两人是啥空？若迄个姚小红用着什么农药，我甲你好出来，互你看卖你啦，听我咧。迄个老某囡仔，你甲看我详细，迄用迄个电用梅啦，分到2枚2日啦，望你两人引诱一下，你真假先明明要甲我闹开，你就知影我毋是医生，迄无两行的啦，迄有诶下骹先较熬咧。我甲你看一个详细的中毒，安尼你真正有内行的呢？迄就是中迄个电用梅，这都系冰霜才有可能啊！这个冰霜400年才结果在迄个双雪山迄个内中去找冰霜来，自然就会当解救这个人互我。有影无？信不信由你啦！5年头咱离开，踮这个所在咱大的关系啊！拜拜。我喊你我已经随怪老女来，好，我来去找怪老主。我可是你啦！就咱老岁仔人骹手办做咱拖一拖，毋做你咁样摔着，我若脑震动要安怎？你咧行路哈尼慢哦，代志做了拢袂紧。是安怎？拜托我兄啦，迄个5年头的文贤先生讲叫你随冰霜来医治恁姚小红。是要安怎做？有诶生死领哈尼夸对，要那寒霜雪藏啦，你要找对冰霜。啉着规个雪山骨草头，对。那我多而且迄个生死了，迄只千年的雪丸啊，教我囝叫用站骹，有无？顶这个代志啦，咱险叫吞食萝卜，你袂记得上？爱哪样若是你心声，会当属于只雪丸，听讲咧年时年味啊，你嘛迄雪丸当作你是名友啊，反正伊会帮助咱随名声嘛，无影响呢。你这真假先实在头壳那袂歹，好，毋知我弹较大一条，伊听到才会爽。咯，较大一条，伊若听着哇，这欢喜，这一个怀念的活性，一声伊就会闹出来。凡是这先年的说完已经几成年的路线啊，咱的爱话伊嘛是听有呢。讲安尼嘛是有理啦，好，咱去来个试看咧。
上戆嘛安尼尔，大概生细领白茫茫，无看伊半只狗哩。啊，大咧弹琴，在弹只山听遐。毋过若伤大声，迄个生细若放落来，大家怎啊地死翘翘？念念啦，乱下来你不能乱念。哦，你有听到无？迄款声，窜乱。哎呦，听了有够恐怖呢！咱两个咪呢咪呢。千年的雪原正在取着千年的冰霜，特别予这个小雪原者，突然间听到怀念的琴声，伊挺身而行咯。雪原啊，你听到我的琴声，你感觉真怀念哦。哎呦，哦，你我摕条寒枝，啊，你条寒枝是要互我上？唔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一半互我落啦，莫讲规条啊，对啊，我都巴肚咧枵咧，一半互我好唔好？哦，好呀，好。啊，真好啦，真好，多谢哦，多谢哦。嘿，你这只老敖现在有厉害呢，啊，那还要往后话，我搁哪里就在？你娘我几啊？你干嘛披上咗老狗？唔是啦，我是讲老敖啦，哦，因敖啊，意思那老敖你听唔了伊啦？那边几讲话啦，赶紧就等下车红楼救人较要紧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等真久，找真久，找袂到的这个千年冰霜啊，赶紧摕起来给我！阿妈生囝，讲啥？讲啥人讲啥？哦，这种物件是要救人啊，下你互你啊，小心人唔知呢。若唔摕起来我，来你有路，回头就无门。哦，你好，来，哪呢？你拢你的行，我都够啊啦，你拢跳了，来，你若要爱这条人参哦，就甲我办一个手把咧。啊，你手机若表较硬，当然物件是你的啊，对。哦，啊，得要修理的进前，先甲报一个名来偏芳咧。岂不是天平国的连技术，金眼飞虫后也变？哦，啥物变拢共款啦。哦，来试看卖，拜校哦，领教拜校哟哈！啊！啊那袂输网啊咧顶牛角。啊！换我哦，啊，脚尾所在哈，呀！哦，咱袂想咧拍眼龙咧，哪行咧？你现在有够厉害咧！啊，这款的懒懒散散，拢唔免甲信半斗啦。赶紧的对条，唔通对啊，对啊会叫人查咯，对小路转来。哦好，走小路。万象阵甲闪光阵被封锁在万象阵，而这妖怪弄得精神散乱，一筹莫展，魂魂迷迷咯。这个时阵，卢伯君再度出现。卢伯君入阵，是解救断肠人，不理闪光人咯。如果你无救闪光人，好像是故意杀害他。哼，闪光人这个人就是铁石心肠，
伊靠阴阳相剑刺入着我的身上。难道伊毋是互你害甲凄凄惨惨吗？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。我也救闪光人，你会当甲我重温旧梦吗？为了闪光人的性命，我应该会答应才对啊。这可以啊。安尼好，你暂时躲在酒锅内面，等候我的消息嘛。吼，爱人啊。多苦多喜非常多，恨你莫无忠心哦。万法归宗同一本，方知着你变化多。地主叩见老师。为了断强人的事情而来嘛，老师真善觉啊！为师答应你的心愿，你却未完成读书言文的任务。好，地主一个月内一定完成这个任务了。假使不能了，地主愿受金雕塑而死啊！好，如不君你谨记在心，先完成你的心愿，然后完成义务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将道理呀！严守万枪双路阵，靖海疆有事报我敌情啊！吕伯君救了段强人甲闪光人，移归靖海疆，并与段强人约定1个月后在香罗江的见面。成功失败，连环痛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男子汉惊困难，身心杂足爬过难关。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着爱多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好佳哉，伫个半途甲你见面。来来来，赶紧的帮助伊毕资力，回来去收治中原军劫。讲啥讲啥，我拄好这个大汉来拍牌尔。啥物？哦，为着这个千年的冰霜嘛。对啊对啊，千年的冰霜有啥物路用啊？有所不知啊！我哪会当得到千年的冰霜啊？来去甲阮教主作寿，阮教主。以后，这个金鹅霸族连锁会的会主会让予我。哦，原来安尼话要如何是好呢？赶紧到石玉洞来见笑开天地无缘人帮助嘛！哦，到石玉洞行。哦，几大阵呢？哦，你怪老主讲走小路都无代志，走小路颠倒济人。当然啦，我你哦大汉的，嘿，我是无差无，我过这条人生还要紧哦，哈。印度内是敲开
事业。哦，安娜，我紧将这个千年的冰霜骗出来，性命安全。啊，那无呢？危险！你讲的言文，我拢无甲你信半斗。哇！不要怕！我只想讲，互你去。敢若走袂定呢？你咧怪老子啊！喂，先的啊！你慢慢听，歪路会顺，行大路唔通行小路，对啊，行大路啦！哦，反正会选哦。啊咧，去拄着大汉的拢无多，大汉的哦，啥物功夫伊都有练啊！好厉害的大汉呢！我敲开天地无完人，讲我练到无极上升，安尼也拄袂着。我看走到五里峰来找一剑定乾坤落魄，未情伊就落魄，这我看会凄惨。是不是凄惨？凄惨兼落魄，哈哈！你这老八千三讲话无为，赶紧呀！来去。我已经了解恁大家代志，我已鉴定乾坤落魄，做人无落魄。大家拢知影讲我武林中是盖世无敌的剑客，假使我来去，伊若是看到我的双脚跪落，免太伊自将着迄个冰霜跳我，安尼咱就万事好势了。哦，行嘛。我若行大路，嘛是我去红炸着，明明啊大汉的拼落哈！我跟你讲，伊嘛两个跑戏无满的哦，安尼大年也会煞，袂使你啦。阮师傅讲袂使你开山呢，将人自手，拢闪开吧！我了顺啥人呢？伫当时啊，就是我较早迄个师傅。大汉呢，你的功夫多半拢是我传授予你的，快将这个华人参送予我吧。无法度呢，这华人参是要等下救人的呢。你歹人呢？阮师傅多面加好人呢。我即马哦爱愿做好人，袂使你服从歹人你咧嫌弃。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人，假使你若无照我的命令吃，你的性命难保啊！无人有使啊，都拉师傅你咧，我来啦！我这边三个啦，闪光人也甲断枪人拢配合我，庄稼人万恶的魔头呢，是大汉呢，你我同心协力，低调魔头，哈！恁三人共一批当真地狱啦！紧张！大汉恁三人会遭受庄稼人的杀害吗？这面多面去。照牧羊老人的计策，渡过难关之后，又避了吕摩亏、吕伯君甜书路。结果如何？请看精细续集，苏彦文一路新娘。